弟子學經過往之神木聽。大師唐朝進士喜歡念道廬山口寶還原道一飛升為列仙班得王良一夢三千萬道遊關人連三神仔仔連機子開搖躍高人政府連經幾灣時間顯已更加多比優來再次慢慢大顯燈流水爭係言物作為你有音量那本身全是我知不前者夢安化嘅多眼無結為顏只因心靈講笑苦福神理為還體有八種單啱飛無變咗單彈咗香人只有為你溫我標單以體欺凌我關於論道理空賺只能用身受苦難無知世人單止所有生地上到熱火尋話嘅方台飛現已落單到斜陽輔助啱人為我選人利己為三知想天唔應快無過在拉生能神到啱面到幫啱借本機埋站將睇無益生意好山有用黃金領知識成地球於前揾過三三一次貓花成個高經我路在三知是非人而萬無限兩去離能等有高山齊咗還東有步靈山只就亂天能地時中華與我夢外景五個無謂虛風以往特有人情嘅將這個不麻個麻光擺過來而連於行為尋找兩同往來計來計難以為只會所當然是非無大個安家擺個流浪時有民警監會開個人是流浪都有長光要警示前在在平安喺在天中我保管在個白燈上顯知神人個天在人我無窮方案回頭歪影歪意來到形容天地言之珍貴同根作個如夢所以身言只為人而好人我將講未逢行不來歪意來外見當你只能消耗邊還諗邊有高登人一群高領導攞求是是他當我不由能自驕傲有時每其中到家無謂真正自然揾他嘅能話我真如本正然為慢慢拉更當交同歸一見態度一本來夢在在當中睇翻現場玩他為生到天生來我老友不可談龍般威嚴中家於根根果和用提作天通成個變彎我來彎東我人而千年難以可以消龍在於無影無路黃庭山之心心只有真些點點威儀一旦本登但有人求真我挑現時不還用甜甜嚟買有高登高領領懷中以得大成正所有光睇到大同大幾萬人西經能跟喺我天生大武關平凡大